我係彪哥，喺1953年呢，我就喺呢間舊嘅鎮屋出世。我係細女，1946年喺呢個舊鎮屋出世嘅，喺一個好偶然嘅機會開會，咁咧無意之中傾起上嚟咧，原來同阿彪哥哥喺呢度出世嘅。而家講翻咧人情味呢樣嘢咧，喺呢個生活裏邊，知道有好多朋友原來係好耐以前都已經相識嘅啦，直至到現在咧，大家傾開偈先知道以前嘅所謂老友啦嚇，一齊長大啦，咁需要可以飲下茶啊，或者一齊去旅行啊咁之類啦。我哋啲舊街坊咧非常之好人情味㗎，知道邊一家邊一戶咧生咗小朋友咧，又買雞蛋啦，又買隻雞啊去探佢啊，俾封利是啲小朋友啊咁咯。